移動不停跌，差唔多跌咗8蚊，係時候幫佢做一個全面體檢，睇下有乜嘢重大問題。第一，檢查下沽盤來源、各路籌碼分布、沽空情況。第二，檢查下有冇重大開支。第三，收入會唔會大跌，包括應收賬同埋現金流啊。第四，能唔能夠維持派息。第五，其他原因被踢出上證 A50。基金年尾鎖定利潤沽出，基金換馬。首先睇下個南向資金持股量，藍色嘅代表港股通佔總 H 股比例，由幾年前好低位一路買到14%以上。紅色就係股價嘅，股價梗係有上升啦。基本上嚟講，港股通資金已經控制中移動大部分上落。最近個幾月，港股通不停沽中移動，股價變跌，真係成也大媽敗也大媽㗎喎。扣除咗母公司 H 股嘅股份同埋實物股票，大媽控制咗50%以上嘅流通籌碼。幅圖咧就睇得到係流通籌碼裏面大媽佔咗50%以上嘅。睇下個股東持股量咯，頭兩位咧都係南向資金，差唔多14%啊。匯豐都唔少，有3.47%，花旗 USB 又有部分，外資大戶仲有點影響力。再睇下張沽空圖。紅色係每周沽空淨倉位，基本就係有些微增加。綠色就係個金額都係30億，缺點就冇每日數據，似乎沽空數據暫時冇乜啟示，暫時冇巨大嘅沽空量。睇下過往嘅週期，中移動要跌幾多日，一般都係30幾日就跌完，今次都幾長，跌咗個幾月，陰陰跌，最黑人憎，都唔知跌到幾時。總括嚟講，中資佔咗大頭，但係外資仲有影響力。大多數情況下，港股通沽貨便跌，買貨便會上漲。公司正積極轉型，由一間傳統通訊商轉型為 AI 加算力驅動嘅科技公司。呢個轉型係未來嘅希望，但同時都係一個昂貴嘅過程。公司今年資本開支預算係1512億人民幣，用嚟大規模建設算力中心，部署 AI 大模型同 5G 網絡。雖然管理層話未來2到3年資本開支會穩中有降，但現階段嘅大額投入始終會影響短期利潤同自由現金流。而新業務好似 AI、雲服務、衛星通訊，雖然增長快，但目前規模同利潤貢獻都未足以完全填補傳統業務放緩嘅缺口。現階段全球6G 標準都仲未定案，預計要到2028年先至完成，所以短期內都唔會有大規模大額嘅6G 基建投資㗎。呢點非常關鍵，因為市場之前一直憂慮電信商會為咗搶佔6G 先機而再次大灑金錢搞網絡升級，但依家睇落咧，由 5G 過渡到 6G 仲有好一段技術同標準上嘅空窗期啊！大額資本開支 CapEx 都唔太可能急升啊！而中國移動主席喺2025年12月31號業績說明會上，亦都正式表明未來3年會減低投資，保持現金流穩定，派息亦都會穩定。呢句說話好重要，因為佢直接回應咗市場最大嘅兩個焦點：錢去邊同息會唔會跌。主席呢番話等於同投資者派咗一粒定心丸，意思係我哋唔會盲目追炒 6G 或 AI 概念去燒錢，而會採取更審慎、更聚焦回報嘅策略。資本開支會逐步回落，唔再似以往咁大興土木。咁樣一來，自由現金流就會改善，派息能力亦都更有保障。首先呢，業績方面呢，中國移動其實都算穩陣啦。2025年前3季度，公司賺咗1154億人民幣，淨利潤增長4%，跑贏咗營業收入0.4%嘅增幅，顯示盈利質量有提升。管理方面都做得唔錯，營業支出仲可以減少0.2%，反映佢哋控制成本能力強。但問題就出喺增長動力。我哋睇到作為傳統現金流嘅個人移動業務，正面對天花板問題。用戶總數已經突破10.09億，5G 用戶都有6.22億，市場基本上見頂嘅。呢個時候競爭就變得非常激烈啦。大家都靠優惠同加量唔加價嚟留住客戶，結果就導致量增價減，但公司實際收嘅錢反而少咗。呢個就係市場最大嘅憂慮，核心引擎有啲乏力。
而中國移動主席喺2025年12月31號業績說明會上，亦都正式表明未來3年會減低投資，保持現金流穩定，派息亦都會穩定。2025年中期現金總額人民幣1902.62億元，同時強勁嘅經營現金流838億元，完全覆蓋咗股息支付491億元，冇任何大息借款。派息率73%，公司承諾進一步提高全年派息比例。總言之，佢睇落好似係一頭現金流，股利維持並不難。呢次下跌最直接嘅導火線就係佢被調出咗上證50指數。上證50呢個指數咧就好似一個精選名單，好多指數基金同 ETF 咧都要跟住呢個名單買股票啊。一旦被調出名單，就會有啲被動資金因為要跟足指數而被逼賣出呢隻股票，形成一股短期沽壓。點解中國移動會被調出呢？雖然佢市值大、業績穩、派息高，但問題就出喺流動性。中國移動最早喺香港上市 ，A 股只係後來回歸發行，所以 A 股嘅流通股份非常少，只佔總市值唔到5%。指數編製方覺得 A 股部分嘅交易量同市值太細，唔足以代表成個公司，所以就決定將佢調出。不過呢個影響更多係短期資金流動造成，唔代表公司基本面有問題。事實上，指數每半年就調整一次，明年6月都有機會再調返入去。被踢出上證50，被動沽壓係真，但規模有限。根據資料，跟蹤上證50嘅 ETF 需被動減持約18億元人民幣嘅中移動股票，但以中移動日均成交額數十億至過百億級嚟計，18億係一次性可消化嘅流動性衝擊，唔會構成持續拋售，確保排名不被反超。部分基金希望喺年度報告中展示順勢或主流配置，若市場焦點轉向 AI 機器人等新題材，繼續重倉電訊股可能被視為落後，因此選擇階段性減持。2026年換馬行動，資金輪動唔等於撤退。換馬通常指機構由舊經濟，如電信、銀行，轉投新經濟，如 AI 芯片、機器人、商業航天。2025年科技成長股，尤其科創板、創業板係大幅跑贏，自然吸引資金流入。但中移動本身亦都積極佈局算力網絡、數據中心、AI 基礎設施，例如移動雲已成國內第3，唔係純舊經濟。再者，換馬係增量資金分配問題，唔一定意味要斬倉中移動。年度業績排名壓力，公募基金，尤其是主動權益類，喺12月係全年業績定調關鍵期。如果某隻股票如中移動喺前3季度已經累積較高收益，而年末市場波動加大，例如科技股回調、風格切換，基金經理傾向減持已經獲利倉位，避免最後時刻回吐收益，轉向更穩健或者熱門板塊。最後嚟一個大總結。首先沽盤來源主要係南向資金，短期原因就係中移動被踢出 A50 上證啦。基金沽出中移動鎖定利潤，以及新一年換馬到新科技同埋其他熱門板塊，利潤暫時相對穩定，但係現金流減少，應收賬增加。管理層已經做出措施，減少開支，保障現金流同埋派息。最後就係可能一啲隱藏消息或者重要政策轉變，散戶收唔到風，呢個就真係難搞同埋危險。